一滴香放落清水變致癌火鍋湯底。打邊爐麻辣湯底唔該。牛肉麵想喺個湯都流口水，但原來呢一啲上湯唔係真㗎，其實係將一種叫一滴香嘅添加劑跌入清水裏面做出嚟。一般都是放到火鍋啊，就是湯在裡面啦，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吧。反正你看你的分量定的，假如一份菜的放到一滴就足夠了，已經都很香了。陳師傅話：用一滴香炮製上湯係行內秘密，一罐可以整100個火鍋湯底。一滴香係以化工合成，最先喺廣東嘅批發調味料店度出現，現時喺全國各地都有出售，價錢由20到100蚊人民幣。唔單止細飯店大排檔使用，連大酒店都有幫襯。一般就是酒店啊、飯店裡面，他們做餐飲類的。像這個見效益快的投資，他們又沒有多大技術的，技術含量不高的，他們就是設備用這種。內地食品監督部門話，如果長期服用一滴香會傷害肝臟，更加可能致癌，但具體成分係乜嘢仍然有待化驗。